有人問安老院嘅其他收費係啲咩嚟？上次就講過基本收費，今次就講下其他收費。其他收費其實係按長者嘅需要去收取嘅，即係話唔係事必要你俾，不過如果你有需要咧，就要俾啦。根據長者唔同嘅護理需要，佢哋有可能需要以下嘅消耗品，包括係日常用嘅廁紙、濕紙巾、沖涼液、尿片，特別護理用嘅營養奶、胰島素注射、尿喉同埋胃喉用品。而院舍通常會有2種嘅收費方式，包括係實報實銷同埋包月嘅形式去收費。呢度嘅電費並唔係講緊開冷氣、開燈嘅電費，而係要用電動氣墊床、電動護理床、呼吸機同埋氧氣機嘅電費。服務費係指平時覆診會用到嘅陪診服務、免診取藥同埋送樣本。另外，亦都會有一啲增值服務，例如係物理治療、言語治療等等都會有。以上3類就係常見嘅其他收費項目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有邊啲院舍啱你 budget， 甚至係可以免收部分嘅項目，就 WhatsApp 或者打俾我哋樂活意幫手啦。